我哋今日嚟到油塘油美苑，一入門係簡約實用嘅獅子櫃，收納空間好充足，專門為咗窗口留足夠嘅光線，通透又明亮。櫃門配搭木色同白色，整體舒服又簡潔。跟住我哋嚟睇下兒童房嘅位置，呢度設計實用嘅組合家私，喺有限嘅空間裏邊放咗2張床同儲物櫃，高效嘅運用空間。長虹玻璃圍欄簡約又有通透感，樓梯櫃一物二用，一邊做收納，一邊上落床，好方便。衣櫃加咗拉板設計，方便日後業主小朋友可以做功課使用。床頭櫃整咗小屋造型，得意又實用。地台儲物用到盡，延伸到最入邊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因為業主需要巨量嘅儲物功能性，我哋設計咗地台套滿衣櫃，連同油壓床。床頭櫃位連通咗衣櫃，都係到落地嘅設計，盡用咗地底嘅高度。緩衝嘅套門衣櫃亦都方便業主使用，加入咗圓弧地台位，增加咗巨量嘅儲物空間。全屋收納嚟講都用到最盡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個單位設計，歡迎 WhatsApp 我哋免費諮詢報價啦。